中六徛街，那像因为吹电风小拍电就火烧，一个大人4个囡仔不幸过往。中国9月初3阅兵，重庆大学大楼壁倒，有人创几若句标语，叫中国共产党落台。高铁明仔载开始安静车厢的制度，旅客若讲袂听，高铁会使拒绝载客。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31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怡珍。新闻头起先来看桃园中立，透早5点有徛街，那像因为吹电风、小拍电全着火烧。因为这3楼是铁厝佮塌起嚟的，有5个人掉伫咧内底不幸死亡。那其中有4个囡仔，本地是拜一都被开学啊。天拍破光，巷仔拢是救护车甲消防车。因为桃园中立龙安街一个徛街，礼拜日透早5点发烧火烧，消防人员全力抢救，甲火势拍发了后，煞发现3楼的房间内底，一个大人4个囡仔已经明显死亡。根据了解，第2楼的姓叶的阿公甲阿嬷发现厝内着火，就马上走出去。不过因的3楼是搭铁厝的，第3楼的35岁姓黄的新妇，佮有一对9岁、10岁的囡仔，含亲情2位囡仔拢未赴走出来，不幸过身。出勤32辆消防车及71人员抢救，到达现场为3楼铁皮加盖建筑物，那火势已全面燃烧。那经抢救后，于3楼发现5名受困民众。那火势已于6时17分扑灭。这场大火，互真侪家庭无法度团圆，4个囡仔等袂到9月初1开学。大火原因好亲像是电通的电线烧拍电，窗仔甲外口的壁拢烧甲臭焦，互火焰熏甲乌起。我是听到我隔壁的在那边救人啊，救人啊，救小孩呀、听到哔哔哔哔的声音，就一定电线。对，现在检查。桃园市长张善政除了爱消防局赶紧理清大火原因，也要求社会局提供必要的协助。另外，教育局也协助学校对过身的囡仔读家班级进行辅导，希望相关的单位陪家属渡过难关。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国际新闻，中国9月初3要阅兵，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拢会出席。不过，即马中国国内却出现反对共产党的声音。在中国重庆大学的大楼，有人用刀影显示几若句叫中国共产党就爱落台标语。即马网络拢讲这个人是重庆勇士。带一大队人的代表团，俄罗斯总统普京31坐专机到中国天津，要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原来这个普京真罕见会伫中国停4天遮久，过来伊要去北京参加中国9·3阅兵，按算会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又佮有6年无来中国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做伙出现。不过伫9·3阅兵前几天，中国国内可亲像佮出现反政府的声音。社群平台日到暗时，伫中国重庆大学城一大楼外壁，有人倒影真侪白个引导中国的标语，专程放送50多分钟。网友家叫做是重庆勇士。等到中国警方弄入去房间，甲倒影机关起来时，内底已经无人，桌顶敢若剩一张被。批顶面写共产党犯下的罪行是侪甲无法度算，偌侪人家破人亡，受尽迫害，佮批评中国就是法西斯。也那署名的日期是8月16日，传出这位行动者伫这段时间都已经带规个火啊逃到海外。我相信习近平或许想透过这样的一个阅兵的举行，来进行一个大内宣，然后来去转移他国内的经济社会问题的注意力。学者认为，中国想要透过阅兵来抢2战的历史话语权，制造因是中国的形象。不过内部人民实际感受才是事实。咱海军司令部是伫9·3军人节进前放送汉光41号演习成果的影片，其中有真少出现的雄3、精挺型、反舰飞弹、南载型监侦无人机等等的新装备，也展出无机有名大型补给船舰，进入咱港口的重要物资接转的作业，凸显国军不管时徛伫上前线，守护国家安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乌克兰前国会议长帕洛比伫咧路边着被枪轰弹死。嫌犯假做外送人员，甲灯甲开枪。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已经下令爱抄清楚，目前也无排除是罗西亚做的。受害者都伫个主题区边仔的人行道顶面，警方伫现场用封锁线来威胁，一直伫咧搜证。
乌克兰前国会议长帕鲁比伫当地3日，互人发现倒伫个西部城市利沃夫的法兰基夫斯基区的路边，身着被枪死亡。Я наголошував не раз, в той час, коли українські воїни захищають не тільки Україну, а весь вільний світ і Польщу в тому числі, ми хочемо знати, що поруч з нами є надійні соратники і надійні побратими. 乌克兰警方初步调查，发现附近有监视器翕到嫌犯形象过程。嫌犯假做外送人员，头壳戴安全帽，骑电动脚踏车到案发地点了后，就等伫路边。伫前国会议长帕鲁比经过人行道时，就缀伫后壁军装，开枪杀害帕鲁比了后，赶紧派外送箱离开案发现场。警方伫现场搜证了后，就已经找到7粒枪支壳。Слава Україні! 54岁帕鲁比，伫2016年4月到2019年8月担任乌克兰国会议长，也是2013年到2014年中间，呼吁国家甲欧盟建立更加紧密联系抗议活动领导人之一。对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3日公开谴责，也答应要展开调查。当地警局局长认为，嫌犯经过详细计划犯案，无排除可能牵涉境外势力，包含罗西亚参与犯案的可能性。政治分析家苏维雷达分析，这个案件可能是罗西亚情报人员进行渗透行动，也可能是乌克兰内部的亲罗西亚势力，也是反对派系。即期国内情报系统可能出现疏失，才互帕鲁比无害。公视新闻陈时东编译。以色列自被轰炸也门首都，甲也门叛军青年运动支持的总理崩死。青年运动即阵已经证实这个消息啦，也放调讲因绝对会报仇。也标记花口河也门民众组织伫首都沙那表达支持加沙民众的诉求。以色列自被空袭也门的首都沙那，传出也门叛军青年运动武装组织所支持的总理拉哈维伫空袭当中死亡。青年运动旗下马西拉电视台马上也证实消息。ونعلن استشهاد المجاهد أحمد غارب الرهوي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في حكومة التغيير والبناء مع عدد من رفاقه الوزراء حيث استهدفهم ا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مجرم الغادر في ورشة عمل اعتيادية تقيمها الحكومة لتقييم نشاطها وأدائها خلال عام من عملها. 拉维是2024年8月开始做青年运动掌控的北也门政府的总理，主要负责行政的工作，军事相关的工作是由助手莫夫塔负责。在牺牲了后，莫夫塔会接任总理。除了拉哈维，包含能源部长、外交部长等等，拢因为空袭死去。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祖也伫3日表示，针对青年运动组织的领导高层发动毋捌有的致命打击，正是空袭行动断死青年运动的总理、部长甲其他的政府官员。这也是以色列第一届伫军事行动当中杀掉也门叛军的政府高层。公视新闻陈时东编译。来看美国这帮华盛顿国民队3日举办台湾节，咱台湾乌燕啦啦队要去现场表演。副总统萧美琴嘛透过影片开场，来看公司国际记者伫咧华府的报道。美国这帮大联盟华府国民队球赛开场，大电视顶面出现神秘嘉宾。Hi everyone, I am Xiaobi Kim, Vice President of Taiwan. 伫大电视顶面，萧美琴以中华民国台湾副总统的身份来出现，经由52秒影片重回华府。主办单位烦恼遭到中国的抗议，进程是真保密。因为萧美琴也用棒球球棍代表两国的关系。Like in America, baseball is loved across Taiwan. It brings people together. Today, we honor our friendship and the values cherished by both the Taiwanese and American people. 这场比赛由台湾球团协球团争取，以互惠方式筹办台湾日，1000张的套票拢卖了了。现场的球迷穿着台湾的球衫来支持。开场的表演相关是来自台湾。中华这帮乐天图馆啦啦队乐天查某囡仔演出10分钟的应援组曲，吸引侨胞来看因的风采。我们台湾艺人文化呢，就是你可能看过一遍，你第二次就可以跟上了。所以我们希望在球场的时候，我们边跳一次的时候，大家可以跟上，立马跟上。在上一个球场的时候，我们就是跳一遍，然后旁边的吉祥物就跟着一起跳了。对。伫华府举办台湾日，咱国驻美代表朱台雷也到现场来支持。不过，这阵正是台湾内阁改组时阵，驻美代表是毋是出现变动，也真受到注意。正前有媒体报讲，咱国伫美国的代表要交予国安会副秘书长徐思俭接任。针对这消息，现任的代表是为公了事实。这是一个假设性问题。台美关系，历经了这个台湾的大选、美国的大选，
确保台美关系的这种连贯性也一直维持的。那至于人事问题，我想。外交部已经说明过了，对不对？伊拉这关系谈判，朱大雷讲，双方将以包裹式谈判，争取加半导体关税甲20%的暂时性税率，斗阵来讲甲更加低。伊拉行政院副院长田立军是不是会伫9家中华华府来协商？伊是讲有需要就会来。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美国华府报道。镜头转来到国内，这诈骗抓袂离，刑事局也公布全台车手上济10大间航线邮局，发现车手上接伫咧下晡1点和半暝12点出现。这全台湾的邮局也提出应对啊，伫咧12间邮局 ATM 规定暗时11点到半暝3点，若要领钱，一届敢若会当领7万块。其他都不知道，原委都不知道。30岁姓陈的男性看到警方牵过来，实在是错一条。原来警员为着掠车手，假扮做投资者，甲男性相约要面交50万。掠到男性了后，伊才讲伫面册看到一天领1万的工课，落厝了后才知影是做车手。因为即马全台湾诈骗真严重，进前刑事局公布，全台湾10个车手定去的所在，亲像内部客户邮局、合作金库3中分行、第一银行西门分行、甲湖口邮局、台北南洋邮局、甲国泰人寿3家。海神通信处。为了杜绝车手不法提领，中华邮政在12间 ATM 在特定时段提领，每笔限额最高1万元。就这个时间也没有什么人会来这样，所以其实也还好。提领那么多的，有可能就是车手，可以杜绝的话，我觉得也不错。因为像这附近很多可能像是晚上的场所，都可能需要继续用钱，然后领的话，可能比较麻烦一点。中华邮政回应以台北南洋邮局做例，暗时时段 ATM 交易量每天大约6条到8条，这个措施敢若调整高一笔的领钱金额，会影响民众领现金的权益。刑事局统计发现，车手真正领钱时段是伫半暝12点到下晡1点，领的时会挂喙暗，一直换卡。领的地点选伫交通方便的交流道，也是捷运站附近，方便车手来来去去。老年人在家，所以通常会是在上午的时间开始进行这个诈骗。被害人可能就在中午的时候就开始做一些转账的动作，然后车手就开往在1点多左右做提领。通常造型诈骗会发生在晚上，就你有独处的时间，所以这主要就是因为车手会这个时间来提领。专家指出，车手除了领钱有定领的时段，地点也拢会经过，会找较无经过，也是较少监视器的环境。另外，除了车手领钱的这种传统诈骗，呼吁政府也要关注金额较大的虚假汇白诈骗，才当阻挡诈骗愈来愈严重。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高铁明仔载开始安静车厢的制度，这坐车若要讲电话，就要行去车厢的门喙遐讲；手机若要放影片，就要挂耳机，莫甲人吵着。另外，旅客若占用车厢的行仔路，讲袂听，害人无卡路，高铁都会使拒绝载客。坐高铁的旅客请注意咯。高铁伫9月有一项新制即要实施，为了维护坐车特殊甲品质，高铁实施冷静车厢。未来旅客想要伫车厢内底讲电话，爱来到车厢门口讲。我觉得还蛮合理的，可能有些人在睡觉，然后被你吵到，他可能会觉得不满意。高铁上面可能是在休息、在睡觉的，就不会因为你的声音所以影响到。有部分的家长烦恼讲，冷静车厢实施了后，带囡仔家长要安怎？高铁认清冷静车厢是对使用3C 产品，对着红婴仔也是细囡仔，也是其他疾病因素影响自主能力的旅客行为，高铁提供协助。未来高铁车厢除了讲电话，爱来到车厢门口。看影片嘛爱挂耳机，另外伫车厢经过通道，车厢门口也是车站地板，也拢袂使坐，也是倒着。一直口讲无爱听，会使卖使。伫破坏做部分也改做优先式。可是他坐着应该也是有相对的危险性啦，可能不小心被踩到手指头之类的。坐高铁的话，我们都是靠高票价嘛，那么希望是一个舒适的环境休息。如果他还是决定要坐的话，一定是就是站着先能不舒服。高铁要自己去解决那个酝酿的问题啦，不要高铁坐得很优雅，但是乘客就是不舒服。学者认为，高铁必须先解决放行李所在无够问题，才法度避免旅客行李箱无所在通放。也若商务客若是有讲电话需要，伫山顶当时也可能造成坐隔壁人的困扰。要怎来提升坐车品质，又可使避免旅客无方便，高铁依然需要详细评估。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8日开始新会期，这个会期会拄着大选，国民党拍算要推动军公教年改、公投、白大选等4大法案。若民众党是支持地方制度法修法。
另外，民进党的立委是呼吁党团要注重关税冲击，先推动民生法案。立法院第11届第3会期是史上上长会期，才拄结束。虽然新会期9月初开始报道，有新会期毋但是有选会期，也拄好是连接2026大选的重要会期。除了有选以外，国民党会优先推动包含地方制度法修法、公投合并大选这4大重要法案。不管是公投绑大选啦，还是军公教年改啦，我们一定会跟白银做彻底的沟通协调，互相理解之后，然后再推出各自的版本或整合的版本。地制法修法会甲直辖市250万人口标准提高，无论人口侪少，拢会设3位副市长。由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被看好的条件会甲新北市长，所以也被称作李树川条款。军公教年改是要停止一年减少退休所得替代率，另外有公投合并大选甲一般性补助款立法。也民众党团原本就强烈推动公投合并大选，也表示外向支持地制法修法。国民党甲民众党渴望搁再合作。我们有通过的还是公投绑大选的部分啊，还有国内移转投票，干部产生以后才会讨论。公投绑大选确实会造成混乱，这个其实应该不分政党，都不要让这种情形再发生才对了。蓝白两党要优先通过的法案，通通都是政治，而且是高度的政治。林俊贤批评国民党甲民众党的优先法案政治性质依然真悬，呼吁民进党团伫面临关税冲击情况下，推出法案也以民生优先。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内湖最近有几个社区出现高山啊。根据统计，这5年就通报64件，是全台北占上济。动保处认为，这社区若挖山，或者是民众进轨迹，拢可能是高山啊走来原因。狗仔伫徛街厝顶行来行去，就算附近有人，狗仔也惊伊个。这发生伫8月30日下晡5点左右，台北市西湖国中附近的社区，向有狗仔出现，民众赶紧把这个画面翕来。去年就有猕猴，然后在那个市场，我觉得它不一定会在同一个地点上，就是它蛮聪明，它会一直找地方去啊，找有没有吃的这样子。其实23日民众伫内湖高中附近翕到狗仔，正伫过大路。去年9月12日也出现狗仔进入去社区，伫灵应树顶边食灵应。根据统计，台北市109年到114年7月，总共接到274件狗仔通报案件，内湖64件上多，北投主年甲旧年拢是3件。不过今年才到7月就已经通报30件，成长10倍。野生猕猴出现在这个社区，担心小朋友们被受攻击啊！野生的动物，人类没办法控制它。动保处讲，继续收集狗仔出现地点的资讯，伫通报所在设置该城里的人啊，也研判山区甲徛街中间是愈来愈瓦近，加上民众正灵应这鸡之树，这有可能是狗仔愈来愈接走入去社区要找这因素。有些民众他们会在住家周边会种一些果树，像是说芒果啊、龙眼等等啊，这些原因都会导致吸引猕猴下山，然后觅食。动保处提醒，若发现狗仔爱遵守莫接触、莫干扰、莫甲饲食这3个原则，避免引发冲突。离开现场了后，爱赶紧通报动保处来处理。强调台湾高山啊，虽然已经毋是保育类动物，不过伫无危害之下，就甲抓起有关的法。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正义上宽北市东路最近当咧施工未真行道，不过点头讲事先拢无通知，即马围路无法度进货，人客骑车来嘛挡无路，有4站景点已经连续反对。不过市府讲这是地方的共识，会照常来施工。街路人真多，车也一台线一台。台中市沙鹿区正义商区的北势东路，伫路径围设标线型的人行道，街路人表达支持。不过点头是批评影响进货甲消费者停车，感觉是真不方便。人车争道啊，对，所以相对来说这个危险性就比较高。毕竟虽然现在大家都有礼让行人，可是我们的环境还不是对行人这么的友善。我认为这个有增设这个人行道部分是非常恰当的啦。人家会怕啊，人家会怕来买东西会罚单啊。早上很多人就讲了，这样子他跑很远地方找停车，这样啊麻烦啊。当地有40多间店头讲唔知影，关键发起连署声明反对。台中市建设局是强调，工程施工进程已经向地方说明取得共识，并且请当地里长世界宣团，会用渐进的方式分段设置，保障民众甲学生用路安全。很两极啦，有的人同意，有的人反对吧。
对啊，但是是否可以协调，让大家更便利嘛？方案经交通局、警察局、公所及里长多方研议取得共识，并通过相关审查。市府施工前已透过里长广宣，并采渐进分段建制，目前已完工路段，广获民众支持。建设局讲，另行多改善方案得到交通警察、公所里长研议，并且处理共识。维修范围是北势东路、北对北中东街、南到东营路56项路段，正完成路面标线甲路口挖角的维设，有加3工了完工，会设有来垃圾的停车线，袂影响民众停车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较早的行动派出所改建了后，即搭成做充电创业基地。即摆有办展览，找附近的店家做伙规划，希望更较侪人了解嘉义市旧城的历史。用展览的方式来紹介嘉義市舊城兒童的生活甲產業發展。嘉義市的中正路佇日本時代合作兒童，為迄當陣開始，就是在地人生活中真重要的一條街啊。透過這個展覽，要讓人更較了解嘉義舊城發展的歷史。即屆展覽啦，就是咱策展單位和咱店家做伙來策展的，嘿伊就是一個唔是民間，嘛唔是政府的狀態，嘿，我是感覺足趣味的啦。這個展覽的所在，真正是一間派出所，負責的範圍就是中正路這片區域。2002年在拆了後，將做是警察局放物件的所在。嘉義市政府透過舊城創新的計劃，保留派出所的外觀，改建內底空間，將做展覽甲青年創業的基地。我們必須說，就是其實嘉義可能是繼台南之後，才開始慢慢就是地方創生比較有在做這件事的一個縣市。然後因為台南現在已經太多了，然後我覺得嘉義他們慢慢有做出來自己的一個特色。新中派出所它剛好是在中正路的中心，然後也是可以擴散到其他街區，所以我們就是以二通作為主題，去用二通的生活脈絡，去跟來新中派出來西門交誼創新所的旅客去介紹嘉義市。這間3層樓的派出所，在2020年5月改建完工。為着要推廣舊城文化，配合附近的店家，舉辦展覽到10月底，刷落來2樓甲3樓會提供地方創新團隊來進駐，要替嘉義的舊城區帶來改變甲發展的創意基地。記者林慧婷，嘉義報道。為着要鼓勵高中生甲大學生會當愈來愈慣使用台語創作，李港區台語文教基金會舉辦第2屆的百字寫台文的比賽。今年報名的人數是舊年4倍，而且唔納台文系學生，有真濟讀護專、新聞系或者是醫學系學生攏來報名。在大樓的走秀團的熱烈表演之下，頒獎典禮正式開始。這是李港區台語文教基金會舉辦百字寫台文的比賽，今年是第2檔啊。秀英含淚芳成梨，也會抹粉點胭脂。打扮一身才標緻，天生自然無挑剔。這位是今年得到大學組優等的市定瑞，一屆以秀英花做主題。伊講較早佇沙丁堡蘆洲，真濟人攏會種秀英花，袂去做花茶。毋過因為都市化加上商品價值下降，已經無人咧種啊。伊希望用這條的方式，用文字甲伊保留落來。傳統的歌啊，定定會有這款以花來做主題，這款寫作的方法，所以我就摕秀英花來做我這個寫的作品的主題。想着舊厝也有走，咧等阮轉食飯，大頓就隨甲小頓報喜。另外一位得到優等的是高中組的陳冠華，伊寫的是你是倒位仔人，寫伊對宜蘭來到台北讀建中，雖然真思念故鄉，卻因為甲厝裡的人想法無同，已經真久無回去啊。對宜蘭來台北讀冊安尼，啊我想要未來想要發展台語文的工課，啊毋過厝裡的時代無下因的意安尼啦，互因想要我做的代志，譬如講較有發展的。比如講醫生，還是講律師安尼。台文的讀寫也毋是講普遍大家攏會曉，毋過希望少年人會當來參與來開始投入寫作啊，因為要寫長的當然比較較困難，所以阮就講，寫100字左右就好。基金會講，今年來參加比賽的人數是舊年的4倍，而且涵蓋科系是愈來愈寬。除了台文系學生報名，閣有護專、醫學系、中文系、新聞系等等，顯示台灣書寫的路愈行愈寬，離台語復振的目標也愈來愈近。記者陳阿選、王慶忠台北報道。天氣報你知，再來關心明仔載各地台溫度。
北部地区27度到34度。中部地区26度到33度。南部地区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26度到32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晶，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